我拢互阮老公载较济咧。阮就想讲家己有车啦，出门伊也要催，我也要催，就做伙坐出来啊。我拢互阮孙仔载，我拢用行的咧。我拢用行。爱行偌久30分。就是我们这边因为只有南168有公车，然后像二寮啊、草山啊，其实都没有公车。因为没有办法长途跋涉到左镇国中来，早期在草山二寮的这些孩子就被迫要往内门或者是新化那边去就读。足方便啊，真正足好的啊。个司机服务性足好。我无啥注意啦。安尼来帮阮坐看嘛，看你感觉安那？就拖鞋看咯。真的很方便，尤其是它可以预约这一件事情。其实它的便利性不是只限于在地的长辈，发展在地的观光，其实也是有相当程度的帮助。孩子们的上学有小航公车来接送，那解决了他们的交通问题。我们左镇国中就可以去照顾我们左镇在地的孩子。真感谢咱市政府、咱市长，为着咱草山二寮偏远地区，甲咱办理这个小黄公车，互咱这个地方，咱这乡亲、这是大人、学生会当方便。因为家较远，所以20公里哦。所以大概的话，要会了大概1个小时25分钟。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小黄公车你有搭过了吗？台南市政府交通局为改善偏乡民众的交通问题，让民众在就医买菜可以更方便，结合计程车业者推出小黄公车。除了先前的玉井、白河路线外，现在又扩增了左镇、关庙、龙崎等6路线，服务更多偏乡民众。小黄公车不只服务了偏乡的长辈，也服务了偏乡的学生。像是之前左镇国中的学生上课的路途非常的辛苦，有了小黄公车可以利用预约的服务，上下课变得非常的便利。而且如果来左镇观光的游客，也可以搭乘小黄公车游左镇。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交通局长怎么说吧。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交通局长王明德。小黄公车服务呢，是要来取代在偏远地区大型的公车运量很低，或者是大型的公车路线进不去的这个路线呢，我们用小型的这个计程车小黄公车来取代。一方面成本比较低，另外一方面可以让这些比较偏远地区也可以接受到公共运输的服务。那尤其是我们在左镇地区，可以对于很多住在偏乡的学生或是老人就学就医都可以提供良好的服务。特别是观光的需求的这些特别的景点，也可以来运用我们小黄公车的服务。那我们未来会在小黄公车的服务上来加强，市长也非常重视，希望小黄公车的服务对于这个偏乡地区的民众能够提供最好的公共运输基本民行的服务。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3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振兴3倍券为7月15号开始使用。市长整合各局处的资源，除了推出送豪宅以外，上午嘛公开说明，民众只要有消费满200块以上的发票，就会当参加抽奖，希望刺激全国民众来观光，做伙拼经济。为了抢占3倍券的商机，但市政府2楼广场来自各商款好食好用的物件，也佫有来自济市场出名的特产，拢组织做伙，相当热烈。业者嘛提供相关的优惠好康，用真材实料的产品要来吸引消费者。现在刚好是夏天，然后因为仙草这个东西，它本身又是一种在以前是一种药草，对身体来讲健康来说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圣品。对，所以会鼓励大家到台南来消费。那安平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很多店家聚集的地方，然后它对身体也健康。对，那我们在这个时间的话，就尽量的去宣传台南的特色。市长拄仔日前亲自公布要抽豪宅好康以外，现场嘛公布包括汽机车等大奖。经济发展局表示，民众对7月15号开始到年底，只要消费满200块以上，也是到指定的市场、夜市发送的登录券，会当参加抽奖，奖品总价值超过1000万。希望由市府带头，甲店家来做伙拼经济。
7、8月之间来台南疯狂式的消费，你可以一鱼两吃，一举两得，一举数得。为什么呢？除了享受3倍券，我们原先提出的这个包括房子、车子等等的这个，还有银子等等的回馈之外，也可以参加关旅局的100万元奖项的这个抽奖，有许多总共的奖额大概有100万多，好几百万那有许多样的活动，所以既可以参加我们3倍券的抽奖，也可以参加关旅局的抽奖，所以增加中奖的机会非常多，而且可以重复参加那所以说很欢迎大家来。其实抽奖是我们的这个额外的红利，事实上台南市的旅游本质上就非常好。市府表示，台南市所推出的5注电科加码送的大礼，民众愈早消费，中奖机会愈悬。特别7、8月来台南大房，也个人抽100万的大奖。希望双重大礼吸引之下，刺激民众来台南观光消费，提升整体卖气。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党部12号举办第6届主委交接甲评委就职典礼，由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林非凡监告，除了侪企业贵宾到场支持，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甲多位立委以及议员也拢到场祝贺。民进党台南市党部12号中昼举办了第6届的主委交接甲评委就职的典礼，会中除了各行各业的代表以外，台南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立委郭国文、赖慧媛，甲侪位民进党籍的市议员拢出席见证。不管是倒一位贵宾上台致辞的时阵，拢特别感谢了2位主委的付出。交接典礼伫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林非凡的见证之下，由新任的主委潘新传接下印信。潘新传强调，伊上任后上重要的就是要积极发展地方的组织，亲力地方，并做好基层的改革。民进党要咱改变，我当选了后，我即阵已经成立着阮37区的区主任，我要落实组织，我要用政治力结合社会力，我要成立区主任，37区的区主任，37区妇女部的会长，37区青年部，这些物件就是组织，然后结合咱社会的百工百业，我大家拢所知影，伫我竞选的时阵，伫总统选举时阵，我有扣600几个百工百业后援会，市长嘛一直要求，市长我做主委了，伊拢讲，咱过去延续过去迄600个百工百业，互你2单你爱成长到1200个，甚至2400个，安尼较会当突破迄个同温层，毋是干那规工伫遐咧讲政治、讲数、讲话术，安尼民进党较能接受到社会各阶层，互社会各阶层来甲咱认定、甲咱肯定。选举的时阵，平常时无咧选举，咱就是顾大家的腹肚。到选举到的时阵，大家做伙来拼政治，平常时来拼经济。选举时较来拼政治。我想安尼也着不足，也着腹肚。咱先顾百姓的腹肚，百姓若来肯定咱民进党，咱大家腹肚若食有饱，百姓肯定民进党，就会甲选票来支持咱民进党。这是我未来要做的上重要的工作。特别南下降交仪式的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林非凡，除了肯定新旧任主委的辛苦，甲感谢因的付出，伊也强调，接下来上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少年的人才，发展组织，以及持续做改革的工作，让台湾更较好。上个礼拜我们在中央党部，这个林时耀秘书长特别交代，接下来党务有几个重要的工作，然后我也在这边借这个机会来表达。他当时候对我们说，这几个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未来中央党部到地方党部，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应该是要培育年轻人才，对不对？我们要让更多的年轻朋友，我在现场看到非常多年轻朋友在现场穿梭当工作人员。但接下来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在年轻人的组织，发展年轻人才，培力年轻人才，这是第一要务。这也是当初林时耀秘书长在接任秘书长的时候很清楚的第一个指示。那第二个重要的任务，我们都很清楚，民进党在未来4年的重要的改革工作还必须要持续。这些改革工作不止中央要努力，也要靠地方来支持。所以我们要拜托所有我们台南的所有长辈，和所有的前辈，大概这位来拍表，我们一起
来让民进党未来4年执政更好，让台南更好，好不好？主委表示，除了落实组织，伊未来也会亲自基层关怀资深党员的状况，提供生活上有必要的协助，来感谢这些前辈的付出。但新闻国不予采访报道。市府规划伫客家设立动物保护教育园区，不过却有居民反对。在1号下晡，反对的民众伫客家自治宫成立自救会，要求市府爱听取民众的心声。在1号下午来到客家自治宫的庙埕，就会使看到侪侪民众伫现场聚集，因拢是为了反对政府将要设置第6公墓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因为日前有发生了流浪狗伤害民众的事件，对此市府也希望改善这种状况，才会决定要将园区设立伫当地。但是反对的民众认为，动物保护园区会造成当地空气甲噪音等污染，对此特别成立了自救会，希望市府会使听到市民的声音。这次会来成立这个自救会的这个诉求，最主要就是讲，这个流浪狗收容之家要放伫阮这个秀昌里第6公墓。这个是一个先人啊，伊安息的地方。虽然之前有捡过，但是捡无清气啊，所以讲咱是尊重先人哦，唔好下狗啊伫咧顶悬放狗屎尿啦吼。啊，这对咱先人会当讲非常不敬。搁有就是讲，咱对政府提出非常严厉的抗议，伊无来尊重民意，伊本末倒置，包括咱农业局。包括咱在地议员，你从遮尔啊，你讲你从遮尔啊好的这个政策，遮尔啊好的建设，要摕倒来咱客家，是安怎无对咱地方做一个说明？是安怎无来面对咱的里民，吼，来逃避这个问题？伊搁甲阮安导讲啊，等伊规划案过了，阮里民若反对，伊就徛伫咱这边。其实还未规划的时阵，大家都拢已经反对啊。然后伊即次伫咧议会搁要求市长爱积极落做，导致阮里民佫更加恐慌、更加心痛。是安怎？阮去甲你拜托的讲一面，啊，你佫伫议会支持要叫因来做这，啊，你佫无交地方沟通，所以讲，阮要结合着咱地方的力量，来向市政府表示反对、表示抗议。恁漠视民意、罔顾民意。市府伫日前的座谈会当中强调，民众烦恼的污染问题拢会做好处理。同时也依照公化的方式来设立，希望打造一个客家地区的新景点。动保处也会持续来争取民众的支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正营营的面积有3700公顷，是全台第1，所以相对的，互市芳的产业形成。市府特别举办营营旁比评鉴，经过2阶段的评比，有7位得到特等奖，23位得到头等奖，由市长亲身颁奖表扬。台南市今年的国产营营旁比评鉴结果出炉，日前举办颁奖典礼，表扬特等奖甲头等奖的得主，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表扬。会中，市长也甲台湾市芳协会的顾问蒋顺良做伙示范取得新鲜的旁比。并邀请现场的贵宾做伙品尝营营旁比的天然好滋味。市长强调，透过安尼的评鉴，除了鼓励芳农培育优质的旁比，也是希望让消费者会使买到上优质的产品。咱这边的蜜吼，因为这几年来，因为气候的关系，种种的原因，所以呢，咱的蜜的产量一直在减。但是产量减，品质爱提高。所以呢，虽然即马外界的这个蜜的价效真好，但是咱嘛一定要求。咱农家来这个结出上好的蜜，唔管是口感，唔管是品质，甚至是安全性这拢是伫全台湾来讲，拢会当比品质，所以真欢喜，咱的农民会遮优秀的农民，咱嘛一定把这个上好的蜜来送予咱的消费者来品尝，所以会当上好东山这个生产出上好的东山蜜。咱未来要向这个建立品牌来经过比赛了建立品牌，了会当互消费者来看得清认得明，咱台南上介好的东山蜜。农业局表示，今年的评鉴有33位报名，爱通过农业等9项的评测合格，才会使进入第2阶段，由着专家来评鉴。今年旁比的产量虽然较少，但是口味非常的好，色水也非常的水。除了辅导芳农申请台南上青的认证标章，也将会透过评鉴，确保芳农甲消费者的权益。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休困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英国剑桥大学优良的传统甲人文气息，互生意业者第2代陈俊清真介意。伫15当前，就代理商标伫台南设计生产，多年来备受消费者的欢迎。今年业者嘛行过肺炎疫情的难关，除了加强网络服务，嘛突破创新服装的材质甲款式，朝向永续经营。以永续经营的理念，看准英国剑桥大学的人文传统甲优质的学术风格，生意加工业第2代陈俊清选择伫家己故乡台南创业，2005年就顺利取得因的商标，在地研发、设计、生产，正式进军百货通路。业者坦诚，虽然一开始款式甲材质拢需要甲英国方面有侪沟通磨合。不过，就因为坚持传统、创新设计要求，所以目前全台已经有15个百货据点。虽然2个月前受肺炎疫情的冲击，业者差要4成，不过也是挺过难关，然后将加强电商服务。这个品牌它本身在历史的定位上，就已经有它的独特性，还有在人们心目中会一直流传下去。其次是因为它对人类的贡献，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牛顿啊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之外，他一直在为人类贡献，然后在为人类寻求解答的方式。对，所以我就对这个品牌特别有想法，所以当初才会选择代理这个品牌。消费者的消费模式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也要跟得上那个每一个消费者的脚步，把它电商把它加强，然后再积极的在电商上面曝光，在社群上面曝光，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品牌，更了解它的商品。当然强调在地，所以第一个需求就是要配合高温，所以业者不断创新材质，也开发医疗顶级的抗菌除臭功能，加上款式多元，民众的接受度拢真高，认为1分钱1分货。在英国剑桥那边的气候是属于比较低的、比较低冷的、湿冷的。那在南部，在我们台湾南部这边是比较湿热的，所以在布料上我们就要加强。除了基本上的现阶段纺织品基本的吸湿排汗之外，我们又更加强它的抗菌、除臭、耐用性，然后又加上这一波疫情之后，衣服的抗病毒的、抗菌的功能如果更强的话，会带给大家更多健康的环境。基础元素不只是在这个品牌的文化，还有学院风格，他们结合很多布料上面的应用跟开发。那我每次来都会发现说，他们有一些颜色啊，不只是比较流行性的，也符合说，可能每一个年纪层他们在走的那一种就是比较活泼的色系，还有一些版型，衣服的版型是比较属于说，它每一个课程它可以接受的程度。对，有的人喜欢穿合身，有的人喜欢穿比较宽松的。对，那我们会觉得来这边挑，其实都可以找到符合我们的品相这样子。当然，经过疫情影响，服装业者除了配合百货促销来拼振兴3倍券的商机，家己嘛推出买5000送500价码，用高雅的人文气质来持续抢占消费者的心。台南新闻郭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
关心弱势儿童少年暑假学习，素养品学堂特别关注200座线顶学习的小学，和台南市30个社区照顾据点，上午由市长代表接受，希望政府甲民间合作，提供予弱势儿童来使用。因数位学习时代来临，即马足侪学生拢是透过网络，所以相对弱势儿童少年就较吃亏。加上现在学生的阅读能力普遍下降，连带影响学习的成果。所以13号上午，普吉摩平台创办人叶炳贤教授代表素养品学堂，关注200座线顶学习的小学，要提供予台南市30个社区照顾据点。如果将有871个弱势儿童少年受到帮助。这个线上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很多这个同学、小朋友或者是学生，他们对于那种纸本的学习已经有一些厌倦或成效不是很好，他们醉心于整个的线上游戏，但是能够把这个学习跟线上游戏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我们 Pakemo 这样子一套好的一个软体，能够对于我们孩子的学习有些帮助。暑假就快要到了，再过几天就要放暑假了。我们很期待在暑假的过程中，孩子不是整天沉迷在线上游戏，而是能够醉心在线上的学习。关键会中叶炳贤教授对着现代学生阅读能力下降相当烦恼，特别暑假期间更是学习力进步甲退步上界主要的关键，所以希望透过游戏甲科技容易阅读，嘛互弱势学生的数位学习并无障碍。一个大的挑战就是阅读素养、阅读理解能力在学校里面老师很难教，因为我们过去的做法是老师讲一篇文章分析给你听。可他现在考试考都是你没看过的文章，所以现在就是要考验孩子，就是说能不能什么文章给你，你都可以很快速的去解读里面有什么资讯，统整这些资讯，然后经过你的反思去回答问题。这样的能力需要不断的做练习，才有办法一点一滴的养成。所以我们也是为了说要帮台湾的孩子养成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做就是 create 的这个素养品学堂这个服务，就是帮很多的孩子要养成这个能力。政府甲民间共齐努力，要互学习变较趣味，当然嘛，互学生伫歇热期间有一个安心读册辅导资源，缩短城乡差距。今日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份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的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